今年的双十国庆是由国防部联合乐队演奏2024年世界棒球12强的歌曲，威廉波特少棒的总冠军顶替队伍坐车入场。今年的国歌是由中华县大村国小合唱团、高新住民甲社会公益的代表做伙来领唱。落尾空军的永鹰高教机是放30彩烟，飞过总统府。 声势威武震撼，将近100人伫总统府前摆阵拍太极鼓，声势正大。台湾太鼓协会为双十国庆日场展开序幕。 2024年世界12强乌烟歌曲就一起响起，重回感动人的公映时阵，搭配国防部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，人情技术甲队形变换，还有新民高中表演艺术科、屏东南面国中行政管乐团、总建高级表演艺术科等团体率来演出。 进入国庆大会阶段，国歌响起，CH4怪 SD 切努克直升机吊挂大北国旗，各队2台乌鹰直升机飞过总统府前的天顶。国歌领唱是由中华县大川国小的合唱团，也加入选113年优秀新住民代表甲社会团体公益贡献金质奖的代表吴淑梅、陈凯迪、林彩妮共同演唱。 以大雁队形通过。气势十足的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车队上场做监督。新北市警察局机警队是伫20年后，搁再应邀伫双十日游行，机警穿真醒目的服装，马嘛经过用心训练加整整，迎接荣耀英雄车队，包括2025德国莱茵鲁尔世代运代表团、威廉波特世界少棒总冠军东方国小等真侪选手，在英雄车队进场。 尾场精彩节目由5台雷虎小组永远高教机放红、蓝、白3色的彩烟飞过总统府的天顶。这完是雷虎小组换装永远高教机了后，头一届伫双十大会展示，为双十大会做一个圆满的结束。记者采访报道。